今日做咩咧？就係讀大家好熟悉嘅金句啊，就係詩篇42同埋43篇。其實原本咧係連為一篇嘅詩篇嚟嘅，咁每段咧就有呢個副歌啊。咁不過和合本咧就係話：我的心啊，你為何憂悶？為何在我裏面煩躁？而新譯本咧比較接近原文嘅翻譯咧就係：我的心啊，你為什麼沮喪呢？為什麼在我裏面不安呢？應當等候神，因為我還要稱讚他，他是我面前的救助，我的神。詩人點解會咁樣講嘅呢？係因為呢兩篇嘅詩篇二為一嘅詩篇呢，就係詩人咧喺異地嗰度咧，好想翻去聖城聖殿啊聖山去朝見永生神啊，所以咧佢咧就喺42篇嘅開始咧有一句金句大家都好熟悉嘅：神啊，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，我心渴想你，就是永活的神啊！大家係咪咁樣渴慕、渴想、渴望去敬拜真神嘅呢？